真无聊。开始造谣。搞定呢，大姐，来我干吧，你别干了。今天这么勤快呢？有事求我呀？不对，你吃点啥？喝咖啡了？嚼个牛板筋了？哎，你干啥走去啊？你干啥呢？你会学那个左手右手球吧？会，我学老像了。来，看看。你看啥？没事啊，我录个视频学挺上啊。大姐，老弟，啊，你俩站一起，假装说点啥呗，咱拍个日常。这样呗。行，来吧。拍完呗，也完呗。 OK，拍完了，晚上见啊。